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来的》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好，今日爱同大家来分享好，你下半年度诶，特别是客家主题公演啊，天天呢会有见到的艺文的演出，爱同大家来分享。故说啊，大家有限的时间就做得去到特别客家主题公演啊，行聊聊诶，顺便看到的表演。故说啊，今日节目当中当欢喜，咪当荣幸，邀請到好撒下來愛演出嘅團隊嚟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啲故事哦。細格來分享呢節目第度嘅來賓係幸運草劇團嘅團長，歡迎總發哥分享。大家好，客家電視台嘅強前大家好，我係總發，大家好。好，歡迎總發哥嚟到呢節目現場哦。撒下來係另外一位來賓，歡迎李奕賢曹老師。大家好，我是贤贤哥哥李奕賢。哦，很親切的名字有沒有？嘿，幸運草劇團的曹偶師賢賢哥哥。好，歡迎兩位來到呢節目現場同大家來分享。大家一開始看到總發哥，聽到知道，好熟悉哦，當宿舍有冇當接啲電視當中看到佢演導嘅樣誒。演導，唔過佢每日係用哪個一項身份來到呢節目當中，唔係演員了，錯冇係團長，對不對？唔過也係算是偶劇，偶劇跟兒童劇，唔過你頭擺係啲戲劇啲度來做演出，你有啲當到客家電視台嘅戲劇啊，看到總發哥嘅成樣，想來問一下總發哥，因為啲演員對演員都也下來做劇團嘅團長。一方面要去興趣啦，因為制作了兒童劇，做得去順利嘛，那老了去偏鄉小學啦，三國北路嘅學校啦，冇做孤兒院啊，兩很多冇做特殊教養院了的，做幫佢哋小學看，然後吃到講迄小學看到戲，看咗了後，因小，冇主人見那看電，啊，吃到當幸福嘅感覺。啊，本來咩無強生意嘅，無結婚無強生意，但係我知道佢哋細學，所以我細學。哇，嗰陣本來就對呀偶戲有興趣嘿。他係前世給嘅。真的呀，假呀？前一輩子我欠他，還是他欠我，欠到啊。嗰兩生人輪迴之後，佢欠到啊。唔過我會想到講愛同呀幸運草劇團來合作，因為幸運草劇團應該係合作以前就開始有誒。有誒，佢頭年天一年了後，叫做咩當因緣際會啦。1997年開始。係啊，差不多天一年還第3年嘅創辦人嘅陳志蘭小姐，阿蘭姐姐哦，讀到我，佢就拜託我去收佢哋嘅戲，看那有較港嘅素材嘛，啊，有在天數收了後，我較順嘞，就那種開始是調度的。古手像有一點像是編劇的指導的一開始。編劇嗰個導演了對，戲了對，所以作為安導演啊，夯不啷當，唔到啲嘢要叫我叫出戲出來。哇，哎呦，叫出戲按導呢？叫出戲，差唔多，叫出戲這個導演就。嘿，古時候做啲像總發哥，再個同大家來小結一下呀。幸運草劇團佢係樣嘅一隻劇團。幸運草啊，佢做得，我做那個，因為個自然姐姐那個創辦人啊，創辦人佢以前都太好加佢易婉然咧，嘅醫生，那易婉然佢報個佢都賢賢哥哥佢講，都各級學校嘛都。一完了，你都有搞懂，都可以太好傻，就是培養養成教育。那自然姐姐是都你要叫姑姑嘛，係啊，姑姑。好，是哦。也夾公益的麼？唔過先講一下，賢哥哥夾公上來係嘛？啥？見講夾公。係啊，就會學了學後場。所以咧，幸運草了劇團呢，做的傳統戲也有，現代戲啊，大家看得到咧傳統的。員工也有，現代員工也有。哦，傳統同現代嘅都有。佢結合真人，我哋做戲兒童劇。幸運草行嘅按導演呢，除咗都學到順演那個兒童劇以外，還有做嘅大型的舞台劇也有。大型的舞台劇，甚至於可能會跨足嘅天陽嘅破天陽嘅。也冇乜神奇哦，老大家叫曾祖父。李天祿跟他就是跑過天涯。原來賢賢的曾祖父。對。
所以贤贤是因为这个曾祖父的光环，所以你才对超偶有兴趣的吗？对，应该说从小到大，家里面小时候我们的玩具就是布袋戏。好幸福哦，可以用布袋戏来做其他就会教的东西。当然也还是时间吉祥，会教给到布袋戏的戏哦。青岛都买多芭比娃娃。对，再只有芭比娃娃。无敌铁金刚，还有咸蛋超人。对，所以去搞迄安贵的啊。哇塞！那到人工的都当贵，很贵，蛮贵的。也有便宜的练习哦。也有啦，只是也是有一定的价钱。可是你玩的一定比别的小朋友贵。没有，我也是玩练习偶啦。对，玩练习。所以你小时候就是玩这些布袋戏偶。对。然后就产生非常浓烈的兴趣。对，然后有一部分是因为家族的传承，对，所以会想要继续来演这个东西。对。可是从小到玩到大，你不会觉得可能会玩到有一段时间觉得有点腻吗？而且其实，在学习的过程，一定有很多困难的地方。你是自学吗？还是被强迫教学？因为我一开始是小时候就有兴趣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强迫我学。哇！对，就是自己很喜欢。对，那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动作可能比较困难一点。对，武打的那种。对，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低潮一点，可是不会到说想要放弃它，就不会有那种被挫折、挫败的感觉。对，反而是想要去超越它。对，因为学布袋戏它没有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会把它当成是真的人在演出。对，所以它有很多的动作，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去编，怎么样才能让它的动作比较像真的人一样。所以有可能不同的超偶师会演出完全不一样的样貌，对于这个角色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布袋戏后有懂陈的这个故事，可以同大家来讲哦。唔过接下來今日就會來向中法哥同大家來分享一擺我演出的戲劇，叫做《戲籠子》。對，戲籠哎，那也係一張唐戲了很文藝的一個名哎，上來做乜嘅很多戲籠子啊，用籠哎攞去關起來嘿。可以雙關語啦，講到層面都做得解釋嘅。那戲籠誒地度，中殿呢、官殿呢、鎖殿呢，係人工誒，係人主人本身。上下叫做超偶師樣，做戲做幾十年，係人去弄嘅人工嘅呢，係咧人工嘅帶帶弄去。怎麼聽起來有一點可怕？但是到了那種性格上的哲學問題。對。是他引領你，還是你引領他？後面的偶是人，還是人是偶？人亦非偶，偶亦非人。對，故事講到樣嘢，就想要來問一下，想問一下賢賢，你自己覺得呢？你跟偶的關係？我跟偶的關係，其實校長說的這句話，我覺得非常有道理，因為你可以拿去用，拿去用。因為後來演到後面，想一想，其實是真的，到底是我在操作他，還是他在操作我？比如說，今天這個故事的劇本是比較悲的。那我在操作他的時候，我必須讓他悲。對。可是他又會帶領我的情緒到快要哭的一個境界。哇，所以其實就跟演戲一樣，不止偶要很投入，其實超偶師本身也是一樣投入的。對。對不對？那個投入的程度都非常多。鼓手啊，也把戲籠誒，加個故事太貼係嘛個用誒。就講一個不抗演的按叫變顯學了。按照他個只講失智，係吧？對。講咩問題？就忽然之間，這報紙啦、報章雜誌某出新聞了的太大名其鼓，他應講啊，家人有失智的影響。可是失智，他可是大家都講漏音卡上會失智。我聽超過事情，其實年輕人也會有失智問題。還有一個錯誤的觀念，就會吃到講，他搞巴都講失智會就忘記東西就好了，然後慢慢就老化，然後漸漸的。離開人群就慢慢的失去。沒有，根據個醫學啊，有看過相關報道，佢講是這些地度一種，那個病毒一樣，就咬你個腦神經，天天的咬，天天的蠶食你，是因吞噬，會不會因咬到會不會你的腦細胞拿出來，看殘缺不堪。所以它是慢慢凌遲，你知道嗎？我當講鼓手也把戲籠嘅係第一個講失智嘅議題。對，所以是從一個成塊地圖嘅失序，而是變做失能是能。
后再开始失之，或者开始失去，这渐去前进的。那一个这个敌对的主角唐东夫卡咸猫的狮子的了，可是老员工人去买它，买它国家的去以咸猫的去骗，就是了解故事。啊，盲地迄个故事一个大逆转，也比讲唔对。哦，讲唔得就错诶，故事啊，也下来同大家讲一下，也演出的时间，韩国係第哪片来演出？好，佢多好呢？9月2號嘅暗晡頭7點半，係，過嚟9月3號嘅下晝頭2點半，佢嘅客家主題公園文化園區，係，都係有一隻戲劇中心，對不對？戲劇中心，可以看出啲都做得嘢，一張票都賣200個。哦，叫我去那片買票呢？呢都有人去。哇，有人去。那買票哪裡買票呢？呵，雙面就做得來買票誒。哦，大家做的記得9月2號、9月3號有限的時間，可以去看見到戲龍嘅嘅演出咯。好，先來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陣來講其他嘅故事。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講好，你幸運草劇團在啲啊，特別是客家主題公演來演出其他條日白嘅戲劇，按到戲龍嘅哦。韓國也戲龍嘅啊，係啲嘅講獅子嘅故事，上來嘅地度啊，還有按到乜嘅事情，愛同大家來分享下來，就來夾夾來滿中華歌了。韓國日白嘅演出啊，唔但將內容當精彩，其實演韓國規則團出嘅陣容也是非常強大誒，聽用嚟講，尤其喺個音樂嘅配樂方面，日白音樂製作係向嘅天樣嘅配樂嘅速度來做，天樣嘅配樂，電影配樂做，很大製作誒。當然談到嘅名，大家你講為之一振，因為唱嗰3-4個全部金曲獎，哇塞！沒唱埋入圍得獎，第二是鐘承達阿達，哈。啊，大個還有個蕭思維老師，愛顯呢，個還有黃培玉，還有紀淑玲老師也做歌曲，然後有變到個客家歌嘅啦，冇做音樂也有，客家歌嘅音樂，了擺也有做一首兒歌，當然冇彈兒童歌嘅，都當時是當老年的歌，自己做嘅，我寫嘅詞來的編的曲來裝出來。對，唱個《靜謐時光》了個樂團，哇塞！所以現場他看家唔係是唱個戲劇嘅表演裡面，嘅地段啊，含個音樂賞析演奏會。古時候喺現場還有音樂來做演出，現場演出嚟，啲觀眾都做唔掂，看那片舞台上面很精彩。係啊，係類戲劇嘅音樂劇啦。哦，類戲劇的音樂劇。對，是以音樂為主。好。但係那個戲嘅人工咧，就做個迄個background做背景咧，就穿插一啲。撒一點點這種劇情，聽談的。啊，不過要不要製作團隊蠻堅強的，所以給他音樂。我去個 demo 帶拿咗去彈嘅差唔多，我講我彈100遍，一連續彈哦，冇盤啊，冇盤。有時講音樂除了做後彈以外，輕鬆也會係內彈。內彈。哦。裡面底度有詩有歌啊。所以這種應該講那種轉型蠻文學性。嘿，文學性。我是找因為提個請給客家這2個字，除了客家之外，還有更多的韓國多那一種口味。我在找這個客家。同其他元素來做結合。不是我們都用客家古典的，像個十節歌啦，是班模啦，和落山歌，然後 VS 現代音樂演奏非常棒的靜謐時光樂團。然後當客家的古典 VS 靜謐時光，提給2017年呢台灣土地上面，在星空夜下會產生這樣的對話。這也是一種跨界的演出，跨界的結合一個作品，而且唐工很多地來買呀，演嗰個 CD 充嘛。我個 CD 嘅還有個，還要拜託個客委會多補助啲。還有個片呢，唐工評審委員唐到啲黨後唐，想拜託大力支持咪。誒，鴉片嘅地度唐。拿戲看咗了後，拿咗去彈，保證大家唔會失去個350塊嘅票，
物有所值， 350克，350克，听听的 CD 光碟，就做得中都不考，再个费米100，根本你可能戏跳。过来了，现场版些人要游太阳啊，一枪游去太，哇！你同埋佢看人。古數大家聽出當期待好，所以呀，戲龍嘅佢按用嘅來呈現，然後就本大家來吃看啊，上來這個偶戲啊，按用嘅來呈現，然後就來請我們的超偶師賢賢來同大家來示範，跟中華哥攜手合作，有沒有？這個2個人的偶戲來有搶哈！噔噔噔噔！掌聲！也喺下班沿途去巡校園巡視嘅。內容，嘿，因為阿希小條件啊，阿希小條件啊，阿希嘅，阿希嘅小條件，龍太子嘛，阿希好識走了，好嘅啊，哎呦，所以這個師傅生意跳了哦，好識走了，爸爸有準備嘅頭呢、牛呢，我是乜嘅呢？我要吃米呢。哦，是米呢，好，爸爸去找，夾。來咧，面咧來咧，哦，爸爸要整個饅頭，還有買個麵包，我是買個包。我要吃包誒。哦，爸爸去買。因為大伯撞嘅其實冇事咯。哎呦，阿希爺啊，天光都快好了，人暑假作業做太忙啊。我忙呢。忙下頭了，夾拿出來下，夾拿出來下。我的暑假作業。哎呦，沒有哎。好暑假作業太笨了，怎麼那麼大本啊？阿爺，出來了。爸爸，有人叫我出去了哎。又出去了？好，你注意了。可是我作業還沒有寫完。好啦，莫只有體驗哈，爸爸幫你寫。爸爸，你要幫我寫嗎？對哦，爸爸寫比較快。謝謝爸爸。那我要出去啊，還有一本。忙個暑假作業，阿姨。爸爸，我出去了，拜拜。做了吃飯啊？做了吃飯哦。沒買出個暑假作業，因為太笨了。好嘞。好寫實哦。這個是徐奎小朋友會笑得很開心吧？對，怎麼？那個阿喜他是那個在編劇的時候是寫龍太子、龍王太子。他到底龍王叫什麼？賢賢。龍王叫敖廣。他兒子哎。這個他兒子叫甲乙丙丁的丙，敖丙，很少人知道。那阿喜為什麼會少根筋？他是龍太子轉世投胎。因為阿旺伯、阿旺爸啊，老來得子，他一直希望有個兒子可以幫助他哺育，對，所以懂種字，太種字哎，就因為老來得子嘛，所以說馬個阿希也講馬個出口，很神奇哦，故事很看啊，我看賢賢弟弟在操偶的時候啊，我就知道那個偶有非常多很細緻的動作，我就知道阿權妹應該每週得來體驗一下，故事我根本一貼片拜託賢賢二來教我哦，賢賢你今天可以來教我如何來操偶，對不對？而且是用這個傳統的布袋戲哦，對不對？剛剛我們看到的是現代的，那我們現在來玩傳統的。好，那請你教大家我們該如何。首先手要怎麼套進去？那首先呢，我們先把布袋戲的身體打開。身體打開。對，因為布袋戲它有穿衣服的緣故，所以呢，我們要找的時候，我們必須找到它身體的這個布裡面。對。好，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頭，脖子的部分有一個圈圈。哦。對，然後呢，我們用我們的食指。然後放進去這個偶頭裡面，食指放進去偶頭裡面，觀眾朋友，安內食指，我嘅食指已經在裡面了，弟弟 boy。對，然後呢，在裡面手打開變成這個樣子。像這樣子。對，這樣子的狀態。不要吃了。好，然後他就可以做很多的動作。我的食指是歪的耶。對，所以這個需要去練習，因為一開始頭有點歪。來這樣嘞。好，然後呢，第一個動作我們先拍拍手。拍手。那拍拍手的時候呢，我們的大拇指跟我們的3隻手指頭，做一個碰在一起的動作。碰在一起的動作。哇！拍拍手。
头歪歪的拍拍手。再过来，再过来。然后再来呢，好，我们做点点头的动作。点点头。那我们的点点头呢，就是我们的食指，好，去做一个上下的一个摆动。好，那在做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偶像真的人一样，所以呢，在点头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慢慢的，好，不可以太快。太快就会降级会偏抖，有没有？对，这样点头，慢慢的，慢慢的点头。哎，你还知道看电影会比较有感情呢，就是看着他会比较有可以投入的感觉。对，慢慢的点头，也比较像真的人一样。嘿，点头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还有我们的跑步。跑步哦。好，那跑步我们今天分2种。好。一种我们先学逃跑。逃跑。好，那逃跑呢，我们先把手打开。好，打开，头还是歪的。然后我们的戏友呢，好，先转侧面。转侧面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舞台呢，好，布袋戏移动的舞台是横向移动。哦，对，是横向的。对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手打开之后呢，我们的手左右的摆动。然后越动越快，越动越快。救命哦！对，这个就是逃跑的一个动作。破了，破小木了，破小师傅啦！好，然后跑一跑之后呢，停，手要合起来，合起来，然后呢，头轻轻的点一下，哦，做一个喘气的一个动作。嘿嘿滚。然后呢，用我们的3只手指头的部分，好，去碰我们戏友的头。3只手指头去碰戏友的头，有点要抽筋的感觉。对，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擦汗的一个动作。哎，纠结呢啦！我都觉得我的好奇怪哦。擦汗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一个一般比较正常跑步的一个动作。好，那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把一只脚，好，布袋戏的一只脚先举起来。好，这个是朝天凳。好，然后呢，用我们的另外一只手呢，去把它2只脚，哦，2只脚去压住。压住。好，然后我们的戏友呢，把它摆平。摆平。好，让它呈现一个劈腿的一个动作。劈腿姿态。好，然后等一下呢，下面的手离开的时候啊，上面的手呢上下的摆动，好，上下的摆动，好，好，它就会做一个，等下有点失败，再一次，哇吼，鼓手节目多鸦片吼，阿群要先来去学鸟吼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做来谈戏论的故事哦，先休息一下。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，今日嘅節目地都愛同大家來分享。喺雲草劇團，佢哋就愛開始來演出咧戲劇哦，佢按到戲龍嘅，啲不唔單止有入舞台戲，還有結合東後堂嘅音樂，堂100遍都唔會盤。東後堂嘅音樂，韓國剛才有看到賢賢來示範這個很專業的操偶的技術，阿群妹有來體驗一下。其實也就就像中華公一開始講嘅，你當好去攞杯巡演啊、巡迴演出，本大家看到，本當小朋友看，跟人家就做嘛該按辛苦去巡演呐，因為愛去當到所在，韓國人韓去嗰條偏鄉啊、偏鄉小學、韓幼師嘅所在，做嘛該愛去按演嘅所在喏。講到去較認真地話，去看個攝影呢，大家攝偶嘅木做，像天使 angel 一樣。清晨透明的，晶瑩剔透，就底都是冇乜嘅一絲一毫嘅乜嘅骯髒污染樣嘅，這樣冇咁當當樣看待，當認真看待。那時候我們這個心裡都講，我可以給做啲本地的攝影的乜嘅攝偶嘅乜嘅冇，我不忍心，因為歷世界上像娟姐、王娟姐姐講嘅，這世界上冇反應，只有自私的人。那小孩子這麼太也冇足。將來呢，木主生就嘛變得穩穩，因為我們世故的社會化呀，就社會那個攝影呢，就算在偏鄉，在我3個標了，他也有跟都會的孩子們同樣想起平起平坐這種權利，而且
欢乐，他们童年只大家只有多啲，啊，做大部分嘅就快乐，佢叫拄嘅看戏看煞了后，学到某个东西，对人哋拄了个体育当方，做到为朋友啦，或者情人啦，或者了体育，做到某个事情无，迄讲看到戏有学到了个东西，你都话心态安慰了的。真嘅，讲来像大家去出去那不顺眼的时间啦，听众看到小朋友很清澈的眼神，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跟感受。听说贤贤你有很特别的经验，就是小朋友带给你，观众小朋友带给你的不一样的感受。对，有2次的印象比较深刻。有一次是跟幸运草我们一起去那个兰屿，那去演给国小的兰屿国小他们的小朋友看这样子。那演完之后，有个小朋友就走到我面前，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讲，直接就把我抱起来，对，然后就会觉得，会当下会吓到，然后后面会觉得他们喜欢我们，那我们表演给他们看是这件事情是值得的，对。那还有一次是去一个疗养院，那也是演完之后有一个小朋友来牵着我的手，然后要带我去别的地方，然后我刚开始他要带我去哪里，然后后来才他带我去他们那个园区去逛一圈，这样就是很希望我可以跟他一起去逛一圈。他的意思，你没想到回馈几个神发本贤贤哥哥，对不对？他想说多亲近他一点，然后舍不得他，因为我戏演嘛，对，潘的意思，有意思。我还一摆都在特殊教养院呢，尤其喺台东当演哦，佢坐轮椅啊，戏摔了，还有中秋节去嗰边表演，佢院方安排给他生意，提个轮椅放起来，他个肯定给他个身体放起来，送你个小小的纪念卡片。哦，这样子中的饺子，懵下嘅，元旦。我大兵家就讲，天一年我就喊我再过来，叫隔个一年天一年再过过一家。这个生意呢，没看见脑性麻痹啊，或者身上有所缺憾了的话，不尽然。你听一年去个演技的那个角色还记得吗？小绿兔如来嘛，演技的 Q 年周围去那个角色，那个小绿兔那个里面的角色有没有来？对，演技的。所以其实要的以童跳，用戏剧的方式，用荧光筒戏跳这种画面式的，可以让小朋友在脑筋里面记得很清楚，而且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对不对？对，嘛，因此吃都讲，音乐是慰藉，可是戏剧是救赎。音乐是慰藉，戏剧是救赎。那我觉得其实贤贤，因为贤贤的曾祖父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李天禄老师。那可是我觉得贤贤，我从他的谈吐里面，我也觉得说贤贤不单只是自己喜欢布袋戏，而且他也让自己在整个教学或巡演的过程中，你投入了更大的热情。那你对于这个祖父是李天禄这3个字，李天禄的曾孙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样的感觉？一开始压力一定会有压力，对，因为演不好就很常会被人家放大来李天禄的曾孙，对，怎么演成这样子？对，对，那可是一部分也会变成让我自己提醒我自己说，你要更努力的去学习，才不会打坏咒的名声。对，就是一部分会变成提醒自己要再更努力。对，那压力是一定会有的，这样子。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，因为我看到你眼神里面在讲的时候都散发出热情，对不对？你有扪心自问吗？有啊，心不压等的啊，你要对得起。中法狗不给按太压力。你看我你每天晚上吾日三省吾身，那去甲门去搞搞，我对唔平来太厉害了嘛。唔过我最近吼看到你亮相就知道亮相对呀儿童剧、对呀游戏啊，全部付出更多的心血同心力，而且其实，在儿童剧啊，大家会卡在一个框框里面，儿童剧好像就是小朋友看的。这是错误的观念。错误的，对不对？这是错误的观念。你有没讲？这小孩子是所有的评审里面最严厉的评审。最严厉的。因为戏周唔好看。嘿。某1分钟、2分钟，看到吃懂，冇嘛神气咩？可是师傅是弄懂哎。妈，冇看的当拜看，他直接讲说很难看。当拜看好像是饼啊，是冰淇淋，我吃冰淇淋不好看。我们走，
那是最严厉的，最诚实的，最诚实的。还好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这个团上。阿弥陀佛，安子谁？真精精彩。对，去个情侣度做戏而已，一起差，不好看，千万不要去骗观众，唔好观众莫推上来的时代。真的，我看过像去年呢，《天外飞逃》，做了非常多也是跨界的结合，还跟扬琴乐团，台湾的唯一的扬琴乐团，扬琴乐团，然后还有真人的演戏，然后真人瞬间又变成这么小的偶，还有钟如老师的踢踏舞，对，还有钟如老师的踢踏舞，做了这么多的跨界，而且还有皮影戏，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传统布袋戏啊，我也在找说我们的掌中戏。跟客家一样，在找有没有另外一种更多的可能。所以我一直去碰撞，去编也好，编也好，跨界也好，可以用怎样的面貌去呈现。包括客家也是。连客家不要在外面枪不赢讲，客家美食很好吃。就这样子去啊，客家的风景不错，逛逛吃吃喝喝，拉拉撒撒，要么就是只有台。我说客家可以留给观众朋友。要有什么记忆值得回忆的地方，烙印在他心里面，就客家这2个字，哇，在文化方面，在艺术某些方面是值得，我愿意为他去消费。所谓消费不是用钱买东西，是我愿意去靠近他、接近他、认识他，这是客家的。古总来想，也好想从中法过后，同大家讲一下，天时地条前的观众朋友，用来去更了解儿童剧，或更了解偶剧，或更了解客家的东西。这个话说3天3夜讲不完，那够唔得。简单的几句话。简单，我们就是说，按旧以了，最近啊，提个7月30号啦，先带一下给我们举办一个小型的座谈会。提个客家的香港文化园区的主题公园的小型的座谈会，大家有限做来筹料一下，都会下主条亮点板块式，可能把那边有请给人一款有项目啦，小林姐啊，张春泉老师啊的，他在家里如何跟老人家相处，先从这里讲，他来这边就可以认识很多客家人，就是一个戏前的座谈会，对不对？有客家没有戏龙对不对？就可以认识很多在客家演艺界啊，努力的各个方面那些的客家很优秀的客家表演者，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张春泉老师啊，你可以认识他，认识客家，所以我觉得认识客家就认识这个客家人，他里面肚子里面装什么，有没有东西带爆你，眼睛为之一亮的，耳朵为之一振的。古说7月30號有這個座談會，韓國9月2號、9月3號就會演啲戲龍嘅演出，大家做得雙面去請。韓國啊10月係唔係咪有下半年嘅戲劇可以同大家來分享？下半年嘅巡迴表演，我去花蓮台東咧做阿喜嘅小條件。佢做嘛小條件，因為他是龍太子，分給孫悟空跟條金門孫悟空幫做嘅。嗰個較啱打掉嘅，但係其他啲當寫嘅嘅字來塗它的，佢另一出，佢10月份都大稻埕，太保堂嗰邊做一出嘅孫悟空講，冇人聊呢。古時候啊，上愛啲幸運草劇團還有按到馬嘅演出分享，大家雙面喜慶幸運草劇團嘅 FB、Facebook 哦。今日沈夢2位來賓，謝謝你們，沈夢來到節目現場。上來就當見人做得請入去。大家記得雙面喜慶幸運草劇團哦。沈夢各位觀眾朋友嘅時刻休息一下，聽聽運通欣賞嚟做運通。